大家好啊，我係 Claire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天水圍唯一一間酒店啊，超高性價比推薦俾大家。Hi， 大家好，又先阻住大家睇靚女一陣間啦，繼續先請大家多多指教。冇錯，呢度又係一間唔近地鐵站嘅酒店，不過呢度個地理位置呢就比較特別少少，原因呢係酒店旁邊呢就已經係輕鐵站，甚至乎酒店隔離呢就係另一個商場係黐住嘅，所以呢一度嘅周邊配套係非常之齊全，完全唔缺飲食娛樂，所以你話佢方便又得，唔方便又得，係一個好覺得特別嘅地點啊！咁今次咧，其實我就係人生第二次入嚟天水圍，估唔到咧第二次入嚟之後咧，呢間酒店就變咗天水圍唯一一間酒店，而且咧呢度嘅性價比咧，我真係覺得非常之好嘅。我而家喺 book 房期間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就10月中屬於酒店旺季噶啦，但係呢一度嘅房咧，依然其實就唔係特別貴，甚至乎咧呢度係一間傳統嘅酒店。一般嘅房間咧，講緊一般嘅房間咧，其實就已經30幾平方米㗎啦。大家可想而知，其實都吊打市面上好多酒店嘅空間。嗰個空間其實真係毋庸置疑，所以舒適度其實唔差嘅。由酒店 App 訂房，基本房間價錢大約為港幣500蚊左右。酒店有吸煙樓層，上房無需拍卡。睇房時間。由於呢次入住嘅大床房已經客滿，所以今日開箱嘅係雙床房間，而且今次係尾房，所以室內擺設會同其他房有少少唔一樣㗎。官方嘅基本房間面積為32平方米，由影片可見呢個係真嘅實用面積，空間感絕對充足啊！酒店採用舊式嘅商務風格設計，全景落地玻璃窗，電視就只係普通嘅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單人床面積偏大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就冇任何電插位啦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啊，而且仲有浴缸添。不過浴缸嘅體積偏細，比較難躺平全身。不過依然係台主最愛啊！呢度作為天水圍唯一一間酒店，亦係最老牌酒店，性價比確實頗高。雖然位於天水圍較深入區域，但係由於相連住商場同埋輕鐵站嘅關係，呢度嘅周邊配套非常之完善，我本人依然十分推薦啊！同埋，台主認為呢度係好適合短期度假嘅。By the way， 繼續講下呢間酒店嘅缺點啦。嗱，目前為止咧，我就大概揾到2個缺點。咁咧2個缺點咧，都係關於佢個保養同裝修問題嘅。第一點，燈光，冇錯，又係燈光。Eva 咁大嘅空間啊，我都係嫌佢嘅燈光係不足嘅。佢甚至乎呢一間房係冇天花板嘅燈嘅，淨係得呢啲台燈同埋一啲櫃位燈咁樣嘅啫。咁所以如果想喺度做嘢嘅話咧，就真係我覺得唔係好建議同足夠嘅。第二點，室內保養。嗱，我唔知係咪淨係得我呢間房係咁樣啊嚇，咁啊好奇怪嘅。我呢一間房咧，有一個櫃位，一打開上嚟咧，個牆係已經跌咗灰嘅啦，即係係有少少核突、毛骨悚然嘅感覺嘅。嗱，但係我知道其實唔係話污糟嘅嚇，即係佢只不過係老化跌灰咁樣嗰啲，淨係得一個櫃位嘅一個冇板牆嘅位係咁樣嘅啫。咁所以我應該覺得唔係間房都係咁嘅，咁就睇下你會唔會咁好彩啦。嗱，以上嘅缺點，我覺得都係唔影響住宿體驗同觀感嘅。Hello， 咁我哋而家就嚟解答下網友嘅2大問題啦。咁一般大家都係問網速啦，或者係呢個隔音問題嘅。我哋睇一睇網速先。91 Mbps 啊，咁就中規中矩啦。就如果平時打機啊或者睇片咧都冇乜問題嘅，但係如果需要返工啊工作用嘅話就唔太推薦啦。咁至於隔音問題呢，我哋頭先拍嘢嘅時候基本上都冇聽到任何雜音㗎，或者一啲開門聲都冇嘅。咁我諗都 OK 嘅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係啦，拜拜。唔緊要。
個個出得都出得。好慘啊！